今日同大家分享嘅經文係詩篇148篇第一節：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從天上讚美耶和華，在高處讚美他。神用佢嘅智慧同埋大能創造咗宇宙萬物，萬物亦都各按其時成為美好，因此天地萬有都應當一同讚美神，將榮耀歸給他。喺天上嘅要讚美神，天使天軍要讚美，因為佢哋有機會覲見神，侍奉佢。天體星宿從其軌道各按其時發光在天，普照大地，幫助人定節令日期。眾星雖然無言無語，也無聲音可聽，卻係神手中偉大嘅見證工具。喺地上嘅亦都要讚美神。海洋深不可測，火、冰雹同埋狂風常常會使人懼怕，卻係受命於神。人類越嚟越張狂嘅今日，常常認為人定勝天，唔需要神，但一遇到呢啲嘅狂風猛火，人就微小無力。山岡樹木各種動物照神嘅計劃保持生態平衡，地上嘅植物同埋動物都喺按住神嘅旨意而榮耀讚美神。神嘅子民更加要大大嘅讚美神，因為我哋原本死喺罪中，神卻把我哋救活，召我哋出黑暗入光明，可以親近尊榮威嚴嘅神。我哋本來喺神嘅諸約同埋應許上係完全冇份，只係因為耶穌基督救贖大功，我哋因信主而成為神嘅兒女，就更應該讚美神。今日嘅經文係詩篇148篇第一節：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從天上讚美耶和華，在高處讚美他。今日文章來源中信出版社，作者劉耀光牧師。